嗱，嚟到聖地牙哥呢，你最唔可以錯過嘅網紅打卡點就係我身後呢一個蒙娜麗莎意大利餐廳啦。一行入餐廳，你馬上會被濃濃嘅意大利香味包圍。呢家餐廳從1956年營業到而家，係聖地牙哥最經典嘅意大利老店之一。牆上掛滿歷史老照片，擺設簡單，復古樸實，就好似進入咗一家真正嘅意大利廚房。呢度最受歡迎嘅係佢經典嘅意大利烤麵包、意大利麵同埋手工披薩，口味非常傳統，冇任何嘅花俏裝飾，越食越香，食完仲想食嘅經典味道。如果你想品嚐一下真正地道嘅意大利美食，就千萬唔好錯過聖地牙哥呢一家蒙娜麗莎啦。第2站，聖地牙哥必打卡點 Little Italy， 帶你睇下先嚟。Little Italy 係聖地牙哥最充滿歐洲氣息嘅地方。呢條街睇嚟好靚，形成於100多年前。當時有好多嚟自意大利嘅漁民，到咗聖地牙哥之後就從事金槍魚嘅捕撈產業。因為工作就喺附近嘅港口，佢哋就喺呢一帶生活、開店、建教堂，慢慢聚集形成一個緊密嘅移民社區。最鼎盛嘅時候，呢度曾經住超過6000幾個意大利家庭。今日嘅 Little Italy 係聖地牙哥最熱鬧、最適合休閒嘅區域之一。呢度將傳統文化同現代生活結合得啱啱好。如果嚟到聖地牙哥，就一定要嚟 Little Italy 感受一下佢嘅魅力啦。行完街，食完美食，嚟聖地牙哥一定唔可以錯過嘅節目就係嚟睇古船啦。總共有6部，等你一次過開足眼界。如果你鍾意船，呢度絕對係必打卡嘅地方。聖地牙哥海事博物館 Maritime Museum of San Diego 博物館一共有6艘展船，每一艘都有自己嘅故事，從歷史悠久嘅帆船到堅固嘅潛水艇，再到2戰時期嘅軍艦，每一部都可以令你好似穿越咗唔同時代嘅海上冒險。你可以登上甲板，感受海風，拍低超酷嘅船隻特寫，亦都可以慢慢咁行到碼頭，欣賞每一艘船隻獨特嘅魅力。無論係影相、散步、回看歷史，亦或係帶小朋友嚟增長見識，呢度都絕對係一個完美嘅選擇。到聖地牙哥，你一定唔好錯過呢一片充滿故事同歷史感嘅海港世界啦！
睇得好清楚喎。